修理大家来。我是模特儿阿里，我是模特儿阿修。看阿修的穿着，大家就知道我们这主题是性朋友要如何才能穿得端庄又迷人。看我今天穿得这么性感，就很迷人。哎呀，这个模特的身材怎么这么差啊？对呀，就是说嘛。他说的是我吗？他说的应该是我吧？没错，就是你。谢谢。要如何穿得性感又得体，穿得大方又不低俗，穿得有气质又不失礼，这可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呢。马上就来看看今天的内容。这两个人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。就是，可恶。昨天那部片子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只是我觉得这样看完没什么感想。你呢？我觉得那个马子蛮正的。可以猜是什么颜色？我猜红色。不对，黑色。真的吗？穿着合适的裙装可以充分的表现女性的妩媚与风情。然而提醒各位女性同胞们，穿裙子的时候可得小心喽，时时注意裙子有没有歪掉。另外，穿着太薄或者是过于透明的裙子或裤子时，应该要搭配相同颜色的底裤，免得引人侧目，贻笑大方了。老公，你看那个小姐，袜子穿短，好土哦。对啊，好土，好笑哦。穿成那个样子。那我们去。老公，你看看那个小姐，哎呦呦，裙子穿这么短，坐相还那么难看，连小腹部都露出来了。真的。真是50步笑100步，女性同胞们，当我们穿着高开叉裙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翘起你的二郎腿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春光外泄哦。如果你穿着旁开叉的裙子，也要稍微注意丝袜的长度，露出袜头不紧不礼貌，也不好看哦。主任，这是我刚写好的企划案。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。好，我看看哈。你这个企划案哈，我跟你说哈，你过来看看，在这个地方哈，你要这样子稍微改一下，这个格式哈，这里，对，然后，你眼睛在看哪里？没有，我就跟你说哈，这个企划案很重要，这个格式如果不对的话呢，对客户就不好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要这样。主任，你到底在看哪里呀？我看你根本就是个色狼。真是讨厌，下次再不要上班了啦，还要遮遮掩掩的。虽然这位男主管的眼睛不应该乱看，但是为了避免造成性骚扰的疑虑，建议您依据不同的场合需要来选择适合的服装。例如晚宴上就非常适合低胸迷人的礼服，但是在办公室内就得提醒您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了。所以说，穿着除了要性感美丽之外，还要注意是不是大方得体。女生穿着太透明的裙子，要记得穿相同颜色的底裤，裙子的位置也要记得随时调整。穿着开叉的裙子不可以翘脚，同时呢，丝袜的长度也不能一过短呢。另外，要选择穿低胸衣服的时候，除了要慎选场合，自己的行为举止要更加小心谨慎。美丽的穿着需要优雅的举止来配合，全民穿出好礼貌。大家一起来修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